后来乡亲啊，即将成真这个火舞团来到指定国小表演，虽然落大雨，也是吸引3000人来欣赏国际级的演出。 2026指定灯会村一礼拜，指定区公所伫咧28号暗时夜，邀请去美国和法国高人小的火舞艺术家蔡宏基，和即将新增火舞团来到指定国小表演。我们这次左镇国小小提琴社团呢，能够跟即将成真火舞团一起演出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。其中由作曲家刘家莹精心创作的各种演出，更加是第一摆上场，透过学生乐团和火舞互相帮忙合作。 展现出艺术教育的成果。左镇国小小提琴队的孩子们从2个月前就练习了我们火舞团原创的歌曲《日出》。我们在这首《日出》里面，希望可以演绎出赤焰弦音，希望可以成为所有观众朋友们心中的太阳，给大家温暖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回报给家己的故乡，嘛让愈多人来到指定佚佗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